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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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channel 喺度同大家分享齊齊學 Ukulele。哇，2026年呢開始咗啦，今一集亦都係我第一集同大家見面哈，所以你見到我標題呢，哇，突破咗2位數字啦已經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呢一集係100啊，第100集啦，哇！我都冇諗過同大家喺度一集一集咁樣播出嚟，不經不覺咧過咗3幾年啦已經吓，咁啊已經100集啦，咁啊過去裏邊咧都好多謝不同嘅朋友，有時佢哋咧都會擺佢哋嘅興趣嘅音樂咧擺上嚟同大家分享啊吓，咁日後裏邊如果大家仲有嘅，咁不妨咧都可以透過呢個頻道同大家一齊分享下音樂啊吓。今次呢首歌咧係願你平安，正因為新嘅一年喺度透過呢首歌咧祝福大家，願主嘅恩典咧常與大家同在啊！新嘅一年有新嘅恩典啊，最緊要咧就係出入平安，主恩常在啊，非常之好啊！今集裏邊咧我最主要咧就係想介紹下呢首歌，其實係兩拍嘅歌嚟嘅。咁兩拍嘅歌，如果你仲話聽到我嘅示範呢，我兩拍裏邊點樣彈1下啦，兩拍嘅裏邊點樣彈3下啦，甚至兩拍嘅裏邊點樣彈4下嘅，係嘛？各有各嘅做法。一陣間咧，大家可以留意下。我有啲係彈啊，有啲我係勾啊，咁勾指法咧，我都會喺呢一集裏邊去介紹嘅。咁當然仲有啲朋友咧，佢話：我冇乜興趣玩小吉他㗎喎。你可以聽埋我後邊嗰段。玩木箱鼓都得噶噃，用木箱鼓嚟敲擊嘅話，究竟兩拍嘅歌我哋係點樣敲擊嘅呢？咁樣啊，呢啲呢我會逐一嘅介紹啊。有啲朋友呢都問我嘅，佢話啊，知道你原來呢開咗好多不同嘅小吉他班嘅喎，咁係啊，我係有開班嘅。咁我比較中意開一啲呢就係小組形式嘅吉他班。通常咧就係3、4個學以上啦嚇，直至到10個到啦咁。所以咧，如果啲朋友仔你覺得喺網上面自學唔夠喎，咁單向，咁你可以咧就約埋我，你揾到3幾個嘅，咁你就可以約埋我面對面咁樣開班咧都得嘅。咁呢個咧就大家喺網上邊保持住聯絡咧就可以噶啦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就將我上堂嗰啲嘅錄音咧，逐一咁樣嚟到同大家去分享啦。願你平安，咁呢首歌呢就4拍嘅吓，一陣間呢第一個音願唔係重拍嚟噶吓，個主先至係重拍啊，咁所以我呢就會如果係單音嘅呢，
咪發呢兩個音係第四拍嘅前半拍後半拍，咪發蘇個蘇先至係第一拍。一陣間我拍掌就第一拍，捽手指就第二、第三拍、第四拍。好啦，我唱慢少少嚇。好，咁呢首歌呢，我就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，咪發蘇咪哆哆，哆哆提拉蘇，咪發蘇咪哆哆，啦啦發咪瑞，咪發蘇咪哆哆，哆提哆啦哆瑞咪蘇瑞哆哆。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願你平安。嗱，呢首歌咧係四拍嘅，咁但係由於一陣間咧佢每個和弦咧兩拍就轉一轉，兩拍就轉一轉，所以咧我直情當佢兩拍咁就算啦嚇。好，呢首歌用晒我哋學嘅5個和弦啊。第一個係 C0003，第二個係 A minor 2000啊，好好啊 ，C 同 A minor 都係一隻手指嘅咋嚇。跟住加翻隻食指，第二線第一格，咁就變 F 噶啦，2010啊嘛。跟住 F 轉 G7，我哋都常用噶啦，0212啊，咁呢4個和弦啦。然之後如果鬆咗隻食指咧，就變咗0202噶啦。呢個就係 E minor 7啦。咁啊，呢5個和弦嚇。好，我先講下佢嗰個嘅次序先。佢每4個 chord 咧為一組咧，我哋叫做嚇。第一組4個 chord 就係 C。跟住係 A minor、F， 跟住係 G7， 咁啊第一組咯喎，咁第二組啦，又嚟個 C、A minor、F、G7， 咁第二組同第一組咪完全一樣，冇錯啦嚇。到第三組啦，就係 C、A minor， 跟住咧就係 E minor， 跟住 F。再 F， 留意啦，第三組我有5個和弦喺呢度嚇，係啦。然之後第四組啦，第四組得翻3個啫喎，就係 C， 跟住 G7， 最後就 C， 咁就完晒成首歌啦嚇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每個和弦我哋試下掃一下先示範下睇下呢個情況，小心佢願呢個唔係主意。係願主個主先至係第一拍嚟㗎嚇，咁所以入嘅時候咧，留意下，你當呢度兩拍嘅話咧，願嗰個咧就係2同埋 N 嚟㗎，應該係。好，我哋慢啲啊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。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咁就完咗每一個和弦掃一下啦。如果我每一個和弦掃2下呢，嗱，掃密咗噶啦，我連個2都掃埋落去啦，變咗吓。好，1、2、1。2、1、2、1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係啦，嗱，咁啊每個和弦咧數咗2下啦。願你平安，今次我試下咧第3種嘅彈法啦。雖然都係2拍，不過咧我彈3下。
嗰3下就點樣啊？1R2N 就係呢一個啦嚇1R2N 1R2N， 你會聽到1就係掃落去啦，R 就係壓時間嘅啫，2又係掃落去，個 N 就掃翻上嚟咯喎咁變咗係1R2N 1R2N 咁樣。好，我哋慢啲嚇。咁由於你轉嘅時候咧，轉 chord 嗰度咧就要多啲時間噶嘛，咁我哋不如咧就唱翻慢啲，就翻自己隻右手，唔需要彈得咁急嘅。慢到點樣啊？1R2N 1R2N 1R2N 1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願你平安。我哋介紹埋另一種，今次呢2拍裏邊我哋要打4下，哇越打越多嘅喂，之前打3下嘅咯，4下嘅話呢，即係1N2N 呢4個動作都要做晒佢。今次我哋唔係掃喎，係勾指法。咩叫勾指法啊？介紹下先。我撳住個 C chord 0003，一陣間我將1、4線一齊搣佢。手指公係負責第4線，最頂嗰條叫第4線啦。無名指負責第1線，好似喺度搣緊個小朋友咁樣。兩隻手嘅力度一樣嘅，你要聽到兩條線嘅音，就係呢個就係嗰個 boom 啦。呢個就係第1拍。然之後 N 呢就係食指勾起第3線，向自己剔上嚟。跟住第2線又剔上嚟，中指嚟嘅喎。跟住第3線用翻食指剔上嚟，啱好。正話咧就做咗4個動作啦，就係 boom 3 2 3，啱好 boom 3 2 3。我啲 number 係咩嚟噶？係線嘅 number 嚟嘅。boom 就係1、4線啊，跟住第3線、第2線、第3線，咁啊所以變咗就係 boom 3 2 3 boom 3 2 3 boom 3 2 3 1N2N， 我用緊嗰個拍子嘅數法啦。1N2N 1N2N， 你會留意到我每次嘅 N 呢都係第3線嚟嘅。咁呢個就係嗰個勾指法啦。一陣間我哋勾完一個 chord， 然之後就轉下一個 chord， 咁又嚟個 boom 3 2 3，又轉下一個 chord， 又 boom 3 2 3，每一個 chord 都係做 boom 3 2 3嘅啫嚇。好，試下咯，俾個前奏先 ，boom 3 2 3 boom 3 2 3 boom 3 2 3 boom 3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，我的主真的愛你。最後1、2、4線一齊勾，咁就結束㗎啦。以下落嚟我哋會介紹下用木箱鼓嚟到做敲擊，願你平安。咁既然願你平安係2拍嘅話呢，我哋木箱鼓就用2拍嘅敲擊啦。咁2拍點樣敲擊啊？咁我哋話打中間呢，就係屈起啲手指，咁呢個就係 boom 啦吓，就係1啦。然之後伸直啲手指打落角落頭，咁呢個就係拍。然之後又屈翻曲打翻落個中間度，嗰個就係 N 啦。好，如果我哋2拍嘅話呢，點數啊？咁就係 1R2N 1R2N 1R2N， 你會聽到有4個動作，不過呢就係1同埋 N 呢就打中間，2就打角落，
咁個牙係咩意思啊？牙位嘅啫吓，保持一個時間，等我哋知道一拍有幾長咁解嘅啫。啊，如果呢個你都聽得明嘅話呢，我哋就嚟試下。一陣間我會唱2次，第一次我打個簡單啲，淨係打個1同個2。當唱第2次嘅時候呢，我就係1牙2印打晒佢噶啦吓，俾大家聽下個分別嘅啫。好，我先嚟試下打個2下嘅先吓，就係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。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的福氣傾倒於你。我的主真的愛你，願主看顧你，願平安歸於你，願主保守你，一生直到萬代，願主